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。咱伫今仔日是正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嘛代表讲伫正月咱完成了后，就点边准备要来过年，愿上帝的圣神来成做咱的帮赞。特别咱伫过年前，咱做伙来领受圣餐，嘛望讲伫准备要弃旧换新的时阵。通过上帝的圣神来成做咱的帮赞，互咱拢会当因为主的疼痛来继续伫咱人生的道路顶面，成做快乐，成做扶持，成做引带。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咱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。希望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主你赐了雨水，互阮会当得到凉爽，嘛会当互土地来得到滋润。阮伫遮献上感谢，也愿上帝你的圣神来保守阮、看顾阮，互阮大家拢会当因为有主你的疼痛来成做阮的快乐，互阮会当伫人生的中间通尊叹上帝你的话语，互阮的人生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但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拢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嘛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。将主你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愿咱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要通过《申命记》18章15节到20节的经文来分享，来做信息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如果你手头的圣经是摕华语的圣经，你通的确会看见到讲，今仔日。上帝要兴起一个先知，这个先知也象征是上帝的代言人，所以华语的圣经写代言人。上帝透过先知来宣讲伊要讲的话语，通过安尼，摩西伫遮来鼓励讲，所有兄弟姊妹拢爱听接续兴起这位先知的话语，来进一步进入到伫迦南地。通过安尼，伫今仔日的信息，嘛要来成做咱这位兄弟姊妹的帮赞。望讲伫新年的时阵，咱会当持守对上帝话语的相信。伫过去咱伫上帝话语的引带中间，会当继续来向前行，嘛通伫新的一年内底，因为有主的同在，互咱通光强壮大。我邀请咱再一次拍开咱的圣经，咱转来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伫申命记会当讲伫旧约的中间，五经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申命记、民数记，这个记载内底，拢来互咱看见着整个以色列的历史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申命记互咱看见着讲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准备要入迦南地的时阵，再一次伫百姓的面头前来宣讲上帝的律例。对着百姓来讲，摩西望你爱记得是虾米人带恁出来及？这个人要甲恁立约来有关系。通过安尼，望讲遮的以色列百姓会当伫上帝的竞选内底来活出上帝选民的特质。所以真要紧，伫整个申命记的观念内底，先知真期待讲会当去塑造百姓专心对上帝的信仰。也就是讲，百姓你所信的上帝是一个的上帝，百姓所敬拜是唯一的一个所在，也就是耶路撒冷。更较要紧的是，百姓爱顺服伫上帝的话语中间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着讲，摩西来宣讲上帝的信息，来应允讲上帝要兴起一个先知。代表讲，摩西准备要接班，通过上帝的竞选，来互整个以色列百姓犹原拢伫上帝的掌权内底，来继续向前行。咱来注意，先知毋是人投票投出来的，先知是上帝所竞选。换一句话讲，伫先知伊的性命内底，如果若无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安尼先知所讲的话语，一切都无采讲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15节，咱通看见着讲，
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对恁中间对恁的兄弟兴起先知，亲像我，亲像先知共款。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恁就爱听未来接班的这位先知。我想真简单，咱若知影讲圣经的记载，摩西的接班人就是约书亚。通过安尼，咱通去明白讲，伫上帝来互先知来带领以色列人民出来埃及的时阵，其实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咱倒来到伫出来埃及，看见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出来埃及，一个摩西带60万人，一群人要过旷野的时阵，这个人无水通啉，就嗷嗷叫。这个人若心情无好，就感觉讲摩西，你真正是带阮为什么要出来埃及？阮伫埃及有肉通食，今仔日你带我来旷野，是要害死阮。阮伫埃及这个所在有水通啉，你带阮来到伫沙漠旷野的所在，阮强要喙打死。咱看见着讲，伫整个圣经的记载，摩西咧带以色列人民出来埃及的过程内底，毋是一帆风顺，百姓对着摩西的埋怨、质疑不断咧出现。但是摩西伫这中间，甲所有以色列百姓讲：恁毋通认准讲，恁是咧对我埋怨，其实这一切，恁拢表现出针对上帝的毋信。恁毋相信讲，今仔日上帝要爱恁出来埃及，所以你认为讲，今仔日是我摩西亚家要带恁出来埃及。所以对着以色列人民来讲，咱看见着讲，伫因的生命内底不断拢表现出对上帝的毋信。伫即款的现象中间，伫旧约内底不断咧甲咱重复即个历史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以色列人民因需要连接伫上帝，安尼才有法度活出有意义的人生。当上帝伫出来埃及29章来甲所有以色列人民讲，恁着爱来顺服，若有顺服，恁着通成做圣洁的子民、祭司的国度。所以伫遮，上帝嘛来指出讲，恁若有顺服，恁就会当活出互上帝看做是合宜的对象。所以伫遮，咱看见着讲顺服对着生命记的强调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。接续咱继续看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当今仔日的记载，咱看见着讲百姓聚集伫何烈山，伫遐来对耶和华上帝一切的所求讲。我无得互我听见耶和华上帝的声，嘛无得互我看见着这个大火，免得我死无。这段经文就是咧对照伫第5章《申命记》第5章，上帝伫何烈山第2次来颁布十诫的时阵，百姓看见着山顶有火伫遐咧倒的时，百姓大家会惊，真惊吓。因为因毋知影讲到底有啥物恐怖的代志要来发生，总是伫即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上帝伫大自然的内底来显现，就是要来表明上帝的权力。但是咧，阮兄弟姊妹，咱看见着讲，上帝互百姓会当通过先知来讲话，这是表明上帝的慈爱。因为上帝若直接甲人见面的时阵，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所讲的。免得我死无，因为百姓是软弱，是有误会，是有罪恶。伫这中间，上帝的出现来成做因的一个处罚。但是通过先知，会当来甲上帝的话语传达互百姓明白，嘛会当互百姓知影讲因的罪需要来悔改。通过安尼，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着讲，先知伊有真要紧的职责。就是来传达上帝的话语。咱来注意，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先知的宣讲爱顺服，毋是顺服这个人，是爱顺服先知背后的迄个上帝。
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经文，互咱有一个真要紧的提醒，就是讲今仔日若如果先知伊所宣讲的信息离开上帝的话语，安尼一切都无采讲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无读到的21节到22节，咱看见着讲，若有先知托耶和华的名来讲，即个事若无成也无应验，即个就是耶和华无讲的，是对迄个先知自传来讲的。若安尼，你无得惊伊。就是讲，先知如果所讲的话是脱离上帝的话语，那安尼先知的身份甲职责一切拢是空虚，嘛无代表上帝。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，我想咱重新来思考咱对上帝话语的一个态度。申命记的圣经来，互咱看见着讲，先知对上帝有亲密的连接。伊所宣讲的信息，拢甲上帝有关系。所以申命记一个真要紧的，就是讲，先知讲，百姓爱去听，有讲有听，即款的互动回应内底，才有法度去明白到底今仔日先知所讲的敢有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整个马太福音书，耶稣嘛，互咱一个指导。若讲到先知，有假先知，嘛有真的先知。要安怎样去判断先知的真假？耶稣互咱做一个参考，就是如果今仔日这个先知，伊的行为来甲圣经无共款的时阵，那呢，这就是假的先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耶稣来互咱做一个了解，用行为来做判断。进一步来讲，先知的立场就是爱专心倚靠上帝，伫顺服的中间来得到福气。搁较要紧的，先知有责任来命令百姓，爱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听上帝。通过安尼，咱会当去知影讲，原来对摩西来讲，伊的责任就是带百姓来去认捌上帝，来熟悉上帝，来通过上帝的话语来明白整个对以色列百姓的管理。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，咱如果若倒来看约书亚记，约书亚记内底一直不断重复上帝甲你三个同在。约书亚是一位少年人，伊接摩西的工作来带领以色列百姓。摩西来交代百姓讲，爱顺服约书亚，就是来提醒所有以色列百姓，今仔日约书亚带领一群这么大群的百姓要出来击，拄到的挑战会比我摩西更较大。但是摩西来教导所有的百姓，爱听探先知的话。约书亚用着上帝的话来成做以色列人民的管理、鼓励、教导的时阵，就是互约书亚明白，用人的角度无较绝，爱用上帝的真理来管教、来带领以色列人民出来击。所以，伫整个的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，嘛是整个约书亚记一个真要紧的一句经文：无得惊，无得论，我甲你三个同在，你通刚强壮胆。因为上帝的话要甲约书亚同在，来带领以色列人民进入到迦南地。通过安尼来成做约书亚服侍的根据甲基础。我想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会当看见到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听探。摩西要求百姓听探先知的话语。自古以来，先知一直拢是互人排斥，
因为先知所讲的话，拢是刺刺人的心。无论是以赛亚、耶利米、米迦，或者是拿鸿，包括最后一位马列基，咱拢会当看见讲，包括耶稣，只要遵照上帝话语的人，大家都拢想要互死。通过安尼，咱会当明白讲，原来顺服这项事无遐简单。伫先知的人生中间，伊爱专心顺服伫上帝；伫先知的生命内底，伊爱用着上帝的话语来做表达。但是伫今仔日，咱倒来到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着以色列人民，因对第一代出来及到伫第二代，甚至到伫第三代，遮个百姓，因不断来甲先知的话摆脱。甚至甲杀出去到伫外围的中间，因为因来拒绝上帝。通过安尼，咱会当去知影讲，人要领受福气，人要领受着上帝的眷顾，真要紧就是爱顺服伫上帝。人的顺服是建在伫对上帝的敬畏。如果一个人要敬畏上帝，人就无才调活出对上帝的顺服。我想这是咱大家爱去做伙来学习的。所以伫今仔日摩西的这篇讲道篇，会当互咱知影，顺服先知就是相信先知，顺服就是相信。但是相信的对象是连接在上帝，顺服先知就是顺服上帝。顺服先知就是相信上帝。通过安尼，咱爱去知影讲耶稣所讲第一条诫命甲第二条诫命的总拳头，原来就是听。牧师真希望讲，伫2018年到2019年，咱的教会会当好好来努力，强化基督的生活，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好好来面对上帝的话语，好好来思考到底圣经的教导信息会当成做咱有甚物款的帮助，通过安尼来因为上帝的话语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伫台湾的环境，我想咱真需要上帝来兴起一位先知，咱会当通过伊的宣讲甲带领，互咱活出听的行为甲言行。换一句话讲，咱希望讲上帝伫咱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，来带咱行伫真理的道路。先知是上帝所兴起，嘛是上帝所竞选，但是真无彩，真侪人足爱做先知，真侪人足爱做先知，所以通过伫遮的行为，咱通看见着讲，遮的先知拢引用真侪来路不明的消息，来造成惊吓甲不安。遮的人拢伫电视内底，也就是所谓的名嘴啦。遮的名嘴拢甲咱讲，听讲，或者是讲我引用什么款的资料，不具名人士爆料。真侪这款的先知来造成伫咱的生活有恐慌。那咱在座有人学经济学的，就知影讲有预期恐慌的这4字的名词，就造成恐慌，然后造成社会的动乱甲不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社会中间，也因为太多的话无连接伫上帝，至到有真侪空虚的言论，无利益正人，嘛无通用光伫上帝。我想咱都再一次去复习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听是咱信仰核心的价值。圣经的教导
一切的拳头拢是对听所来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毋通伫教会、家庭和上班的所在来做抿嘴。搁较要紧的是，咱来倒来到伫圣经的中间，来好好通过上帝的话语，有造就、有鼓励、有利益，来成做正人的祝福。我想，伫《使徒行传》5章29节，这是每一个做先知的人，包括耶稣，包括使徒保罗，因一直拢持守的一句话：听叹上帝的话，毋是听人的话。台语圣经写讲，顺叹上帝，较过头伫顺叹人，是合宜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拄啊好，咱要守圣餐。我想伫咱长老教会嘉年文章的信息内底，对着牧师服有真要紧的解说。为什么牧师服是乌色？因为看无家己。牧师服乌色看无家己的上时，伫然后加即块卡拉白色的即块卡拉，所代表的就是今仔日每一个牧师，伊所代表是上帝的法言。然后即两顺所代表的是新约甲旧约。所以伫教会，特别伫咱淡水教会，即个讲台是有真要紧的价值，就是伫讲台的下面，咱有一本圣经。这本圣经来强调讲，今仔日伫这个讲台顶，所有的发言拢在伫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圣经的记载，互咱去思考。这4字叫做亲耳以听，就是互咱好好去听，好好去想。上帝的话到底互咱有啥物款的提醒和鼓励？各位兄弟姊妹，所以伫遮我嘛趁这个机会来甲所有的兄弟姊妹分享，这座圣餐桌若无必要，毋通去刷叮当，因为圣餐桌所代表的是上帝的临在。圣餐桌的顶面放一本圣经，嘛上顶教会的基础。就是用圣经来做根据，这是长老教会真要紧的一个传统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这个经文《申命记》，如果咱有机会来读《申命记》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，摩西讲这个话绝对毋是甲恁开玩笑的，因为接续要进这迦南地的时阵，后壁所衍生的问题有搁较侪的挑战。但是伫这中间嘛爱去思考，伫教会，如果咱伫圣经的教导中间的上时，咱需要有公义，需要有仁爱。教会的教导需要有公义甲仁爱的时阵，更较要紧的就是要来启示耶稣基督，互大家熟悉。我想最近大家拢一直咧问牧师一个问题：到底咱教会属下的机构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我想伫今仔日，咱通过这段圣经，互咱真要紧去思考。咱的总会议长伫公开的媒体有安尼来提起所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如果咱的行为若无定根伫上帝的话语，如果咱若干那想讲要用到个人的利益，安尼所有的一切拢无采讲。伫现代有一个名词叫做神棍。先知跟神棍最大的差别在于，神棍他只在意自己的利益。所以即摆真侪新兴的教派出现的时阵，咱会看起着讲啊，遮个人拢会用着侪先知性的预言来甲咱讲，
咱的人生有啥物款的变化。但是牧师嘛要伫即中间甲大家提醒，先知爱注意的是关心人的性命。如果若无，拢只有顾家己的利益，这就是神棍。先知性的预言爱根据圣经，然后去对照伊的行为。但是真多这个先知性预言，最后所注意的，毋是性命，拢是在伫有准甲无准这款的结论。认为遐济，伊今仔即个圣经，咱通看见着讲19节，伊托我的名来传我的话，人若毋听，我要办伊。20节，总是先知自专托我的名讲我所无命令的话，也是奉别的上帝的名来讲，迄个先知就死。伊今仔即个经文，互咱有真大的提醒，伫咱的人生中间真真假假，但是只有倒来到伫上帝的话语，咱才有法度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愿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，特别伫耶稣福音、约翰福音书有讲，羊认得牧者的声，羊群会照牧者的指示和管制，袂惊偏错的道路，或者是讲脱离羊群，递交互野狼来吞食。希望咱大家会当听上帝的声，来行伫永生的道路的价值中间。愿圣神来带领每一个听探上帝话语的人，会当经历到上帝的眷顾和祝福。相对来讲，嘛希望大家会当伫礼拜的中间，好好来专心倚靠上帝。准备要过年啊，牧师嘛希望讲伫新的一年，淡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通亲像大笔所讲的，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顺从他一切法律的诫命，就是那记载在摩西法律书上的命令。这样，无论你到哪里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功。愿上帝来赐福保守，互咱大家拢会当伫上帝的话语中间来得到上帝的赐福。三甲来祈祷，天父，听阮的主愿，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的引带，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话语来得到基础，来起造阮的性命。愿上帝你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伫上帝你的听堂内底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愿将淡水教会每一个兄弟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使阮听堂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